各位兄弟，大家好早，咱做伙来吟诗学罗上帝。信诗102首，哈利路亚，伊有个我。咱今日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咱通过以西结书第1章来看去先知以西结受掠去到巴比伦，巴比伦的时阵，伊来看到异象，伫异象的中间，伊听到上帝对强冲顶悬的宝座顶来对伊讲话，伊也受上帝呼召，爱来做上帝爱伊做的工课。所以咱昨看到的4个画面。也是遮个画面的链仔，甲遮画面头壳顶的强冲，以及宝座顶，拢是先知以西结，伊真清楚来看见，虽然互伊误影，但是这也是伫伊30岁时阵要会当做祭司的职，但是已经受了解伫巴比伦，总是上帝要来调伊。咱知影先知以西结的服侍，将近有20年久的时间，也是一个祭司对30岁做到50岁退休的这段时间，总是这段时间，伊会当讲失去头路，因为已经受了去到伫巴比伦，袂当伫圣殿来工作，但是上帝原来派伊一个工课，这个工课就是上帝呼召伊。爱来讲传达上帝的信息，然后互遮受掠到伫巴比伦的人，因会当来明白上帝爱因所明白的，会当反悔悔改，等到伫上帝面前。今日咱要继续来看第2章。第2章是讲到先知以西结来领受上帝命令，爱来去传达的信息。第1节到第7节是上帝头一摆说明对先知的委托。第8节到第3章的头前是讲到这个册卷的内面的异象。这个时阵，咱就做伙来读今日这段的圣经。以西结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上帝对我讲：人子啊，起来，我有话要甲你讲。伊讲话时，上帝神进入我的内面，互我起来。我听见伊甲我讲：人子，我要派你去以色列人，就是背给我的国民遐。因甲因的祖先背叛我，现在要得背叛我。这个子民面皮厚心硬，我派你去因遐传达我至悬的上主要甲因讲的话。不管这个背叛的人要听还是毋听。因应该知有一个先知伫因中间，人子毋免惊因，嘛毋免因为因讲的话惊吓。虽然因为反抗看袂起你，互你亲像受草刺甲积个包围，阁亲像踮伫夹潭中间。你毋免惊因讲的话，嘛毋免因为因的面色着惊。不管因要听还是毋听，你就将我的话甲因讲。因为因是背家的人。第2章一开始讲到这个人子，人子就是意思是人的囝，人的后生。这字伫以西结书内面拢总出现93摆，伫但以理书出现2摆，总是伫新约的4本的福音段中间有出现83摆。
伫新约中间，福音段拢是耶稣来讲起伊家己，总是伫先知以西结即个人主是上帝对以西结的即个称呼，就是人的囝。咱有讲先知以西结伊的名，就是上帝加添力量，上帝加添力量。当上帝对以西结来讲话时，神就进入上帝的神就是灵啊，好进入以西结的内面。这个神，好就是这个灵伫章的第1章12节，好也是看到这4个画面，因互大家直去的时阵，神对到位去，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好，这个灵，好诶，意思当犯罪是风，买当犯罪是偷窥气息。上帝的神进入到以西结的内面，互伊本来是趴伫涂骹，从第1章的最后面，伊是看见上帝因根甲形象，伊就面趴伫涂骹，然后听到讲话的声。这时，这个神伫伊的内面，互这个以西结会当搁徛起来，伊就听清楚伊讲的话。对第3节，好，一直到第7节。讲的话，上帝爱找伊去到背叛伊的国家，这个国家毋是外国人，颠倒是本国的人。这本国的人就是背叛上帝，这受掠来到伫巴比伦，到大已经受掠第2批啊。但以理是头一批，以西结是第2批。第4节讲，这个人是面皮高，身高硬，因上帝找因去伊遐，因是因是背叛之家，不管因要听还是唔听，总是上帝要找以西结去的目的，就是互因知影，伫因的中间原来有先知。这个所在，并不是登去到伫耶路撒冷，是爱以西结伫受掠到伫巴比伦、加巴鲁这个河边，游玩伫遮以色列人的中间来传达上帝的话。咱也对照的是耶利米书的时阵，当先知耶利米伊嘛有收到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有这受掠去到伫巴比伦的人，有假先知伫遐传讲上帝搁2年就要互恁转来，平安啊无事啊，上帝已经想起过啊，会使好好转来。但是这是假先知，毋是真正，毋是有影的。所以上帝爱以西结做真正的先知。检测先知所讲的话，是对气魄、对责任、对亚仔虫来讲话，就是你去甲伊摸，伊甲你刺，会甲你夹，会甲你定。但是毋免惊伊，也毋免惊因所讲的话，因为上帝上帝要甲以西结同在，因只要将上帝话老老实实来传出去就会使。这个工课，甲以西结伊伊的家族的工课是真无共款。以西结伊的家族的工课就是祭司，这个祭司会当讲，是清水水，然后伊的工作就是伫圣殿内面，伫服侍。总是会当讲这是种贵族的生活。但是呢，即马伊爱做先知，做这个先知，咱来继续看以西结书中间，会当看到这个先知原来是真无好做，上帝爱伊除了讲话，爱有真侪行动，无共款的方式来表达上帝的话，甲上帝的信息。不管有人看见，无人看见，有人听，无人听，伊拢爱去做。所以这就是先知以西结的挑战。第8节到第10节，人主就听我甲你讲的话，毋通甲遐个背叛的人相款背叛我。开你的喙，将我要互你的物食落去。看咧，我看见一只手伸过来我遮，手内有一根册卷，伊伫我的面前踢开迄根册卷。我看见册的上面拢有写字，内面写的是哀歌、吐气甲灾祸的话。这是今日咱读第2章的圣经啊，只有短短10节，总是这10节的中间是头前以西结看见强冲顶悬的宝座有声音对伊来讲，然后这个声叫伊徛起来，然后这个声提醒伊就爱去到背叛的这个人民中间，就是以色列受掠这个百姓的中间，然后爱将上帝所要讲的拢来老老实实来传达，不管因听也好。毋听也好，欢喜也好，无欢喜也好，只要将上帝话传出去，总是上帝伫第8节才也交代，等上帝所要差遣的先知，是爱听上帝话，
毋通像遐背叛的人共款背叛，无将上帝话老老实实来传达。所以咱看以西结，伊最后伫即个整个48章的记载中间，伊甲上帝关系是配搭了非常的好，真顺服。上帝对伊所讲的话，原来拄开始时阵，伊有一寡代志袂当明白，袂当了解，但是到伊愈来愈明白，愈来愈了解，伊也愈来愈完全的顺服。然后上帝互伊伫即个异象中间，佫看到一个册卷，是用一支手甲即个册卷送到伊面头前。天开以后，即个册卷内面上面拢有写字，写的是哀歌，就是人哀哭的声，是吐气，是即个就是吐气，就是叹息，到头前即个气息，即个神，这个灵呢，是同款的意思。佫有即个悲灾祸的话，灾祸的话，所以这就是即个规本以西结，即本册，伊所要传达的信息，内面有人的吐气，有信心用讲袂出来的吐气，佫有上帝伊所要讲的灾祸，是悲伤的遮的话啊。所以这互即个伫外地遮的受掠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互因有一个无共款的声音，因为因认为讲上帝已经受气了，就叫咱转去。但是这才是拄开始那定。咱昨通过即个先知以西结伊所看见四个画面，像这四个画面所代表就是耶稣基督，伊来到即个世间上帝囝，无共款的遮的样相，通过亲像人、亲像狮、亲像牛、亲像鹰鸟，总是背后拢要传达的，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意思，上帝要拯救人到落尾，上帝要来对天地中间，来拣出上帝伊所要拯救将这人的命记伫生命簿的簿顶，总是这个信息需要有这个囡仔来传达，这个囡仔就是会当来将上帝话来传出去，或者上帝意象也好，上帝的旨意也好，上帝教示也好，不管是悲伤的话、吐气的话，还是灾祸甲悲哀伤的话，都会当互人世界的人会当通明白，会当通听见。这也甲耶稣基督伫生育传福音，甲在使徒核心传福音共款，就是爱去普天的传福音，招万百姓来做耶稣的核心。伫即个先知以西结，咱嘛看去伊拄看见的异象，第一章是即个四个画面，亲像记录笔，然后佫是遮个记录笔，遮下面的电仔，甲看伫宫中顶面的宝座，遮个四个画面，伫圣经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上帝应邀，上帝应跟伫约柜的顶悬，因来派这个上帝应跟，要将上帝应跟带过来。然后这个囡仔所代表就是上帝行的路，是直直的，无转弯。佫有看到这个宝座，也代表上帝的宝座伫对，就是上帝伊的同在点伫遐。总是对先知以西结来看，伊看到即个四个画面，这个记录品，就是等于这是祭司的条件，伊要进入会幕，进入到伫至圣所来服侍。约柜服侍上帝，这是祭司的工课。这个囡仔，代表上帝路一路甲伊引带，对耶路撒冷的圣殿，即马既然带到巴比伦加巴鲁的河边，伫即个所在看见异象，然后这也是受掠的命运，总是虽望受掠。但是上帝爱伊知影，伫受掠的所在，上帝嘛要伫迄个所在来设立宝座，代表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上帝永远会当拯救伊到落尾。虽然看见先知以西结，伊本来是对即个祭司的工课呼调，30岁当准备做祭司，但是上帝爱伊，无伫耶路撒冷做祭司，颠倒是来到伫巴比伦来做先知。伊若过去做祭司时阵，会当看到伫即个会幕的内面，圣殿的内面，即个所罗门的圣殿的中间，有这个记录笔，记录品，或者图甲这个布，伊当看到。但是等伊收掠来到伫巴比伦，颠倒伊看到的是
真正真实的这个死的画面记录笔，然后伊也伫会幕中间，伊是看见至圣所内面的是阮宝座，但是伊来到伫这个狩猎巴比伦看见的是天顶的宝座，伫圣殿的中间，伊所看的是这个画图收起嚟的，是这个图像般的这个仪式，是这种的预表，但是这有包括献祭、烧香、点灯。啃饼、就爱洗米，爱穿新的衫，爱抹油，然后有这祭米，佮有这祝圣、真最圣、甲整个的圣殿。但是等于来到伫即个巴比伦活地做先知，上帝爱伊通过先知这个动作来做这个掉头，这个掉头包括以色列爱变做下到袂讲话，然后看见耶路撒冷的这个形状，甲伊爱侧卧，爱安怎啉食，爱剃头门，爱乌壁，爱摕这个鼎。甚至到伊某死去，然后伊爱安怎互遮个怪当合一，等等遮个，拢是一种先知的动作。甲伊过去细汉伫耶路撒冷的圣殿看伊的顶一代顶代所做服侍是真无共款的服侍，但是这都代表的就是伫这些的工课检测是一种遵循现成的规条。所以一直到新约耶稣的时代，才撒都该人，因犹原伫圣殿内面，照安尼咧行。但是先知呢，就是爱领受上帝启示，是上帝的即个新的话语，然后爱互人通明白。所以这些是照这礼仪咧行，但是先知是照上帝感动咧行。今日咱读了这段圣经，来选一集的金句，最今日的金句，我所选的是第2章的第6节。人主毋免惊因，嘛毋免因为因讲的话惊吓。虽然因为反抗看袂起你，互你亲像受草刺甲即个包围，佮亲像踮伫叶仔藤中间，你毋免惊因讲的话，嘛毋免因为因的面色着惊。虽望伫叶仔藤的中间，也是草刺即个甲刺皮的中间，是非常的真无事时，也互人真惊吓。总是上帝已经互以色列来甲伊注写，互伊着爱勇敢，互伊着爱来徛在，毋通惊因，嘛毋通因为因的面色来着惊。这是做一个先知从基本的要求，就是爱听上帝话，传上帝话。第三个要求就是毋通惊。毋通倒退行，就爱向前来行，向上帝路来行。第三要来写今日这段圣经节，咱再去领受了的感受。我所写的是，当上帝神伫人主的心中来做工的时阵，人绝当得到快乐，出去向别人的心来传扬上帝话。这也亲像《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耶稣对这个门徒讲：当信神降伫恁头壳顶的时阵，恁就会领受对顶悬来快乐，会当为耶稣来做见证，对耶路撒冷、便犹太、撒玛利亚到地极，要做到天边海角，都要做耶稣的见证。这个四个画面，甲伊这个下面的人也是共款，就是信息的工作。等上帝的神伫咱的身上，互咱当直行，到上帝爱咱去到的所在，会当为主来做工，也当为主来做见证。有上帝伊的呼召踮伫咱的心上，这是今日的代志。今日是9月初7，是主日的礼拜。伫今日的主日礼拜中间，咱犹原有圣礼典。今日的圣礼典有小儿洗礼，甲信仰个别遮兄弟姊妹，佫有坚信礼的兄弟姊妹，咱要来为因来祝福，也要为因来祈祷。然后今日也要来召开咱伫60周年迄日10月31号拜5的音乐会，要来做筹备，也求上帝带领，互即个音乐会的筹备会当真顺遂。佫有咱昨
伫即个福音大会内面有真侪遮个 best， 以及来决志遮个兄弟姊妹，伊诚做是咱的新家人，也求上帝来祝福因，甲遮个 best， 遮个福音的朋友，也愿上帝来祝福伫因逐人的心上，互因咱继续来伫教会，会当继续伫教会兄弟姊妹中间受到关心，受到欢迎，也会当来接受主耶稣做生命的主宰，直到因受洗礼，将做耶稣基督的核心甲门徒。也通过今日今集，上帝提醒人主讲，着爱毋通惊人的面色，咱有时阵会惊人的面色，毋敢讲实在的话，总是咱有时阵嘛惊人的话，就毋敢开嘴。咱需要信息来甲咱帮助，互咱当忠心来回应上帝伊的呼召，无来惊人的话。亲像先知以西结伊所看见的异象，上帝异象，互伊清楚明白，伊若无顺探，无顺服时阵，颠倒，伊的灾祸是搁较大。最后，咱要带到的是今日必，就是求主信心帮助咱，亲像咱有得胜的气力，互咱会当通过言行举止来见证耶稣，来传扬上帝真理的话语，咱做伙来祈祷。现在阿爸爸上帝，愿感谢你，互阮看见先知以西结伊会受呼召的过程。上帝，你爱伊伫神的内面来徛起来，无搁趴伫土骹，然后爱伊行出去，将带着上帝话甲气力来传达上帝你的真理，帮助阮伫即个背业，无相信耶稣的世代中间。互阮有智慧，会当参名亲像蛇，也会当温顺亲像井，互阮会当知影安怎来变巧，安怎样来将福音的好消息，会当甲四周围的人来分享，也互阮亲像野真子的做事人，也亲像拍鱼的掠鱼讨海人，会当得人如得鱼，会当将遮个福音的真子也搁较侪所在。来管压上帝，你也要互因来大展。有一日伫上帝国伫教会内面，正对上帝你所动用、所大使用的器具，也求上帝搁一摆，互阮通听你的话，也当顺服你的话，也当来分享甲宣扬见证你的话。愿咱的恳求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信息202首，上帝原本是我牧者。上帝原本是我牧者，受死人羔羊，一喙草木予我通吃，溪水清清来吃。是去行是错，上帝显明慈悲
心甲蒙有，真正是人行伊真道，时时刻刻敬尊。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的光照你，施温予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